自2024年1月28日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隔壁的长吏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出来及记26章第1节到37节。你着用18布做会幕，这个布是用扫过的样麻甲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纱织的，顶面着用真幼的手路绣基路伯。每巴布长着12公尺，宽2公尺，台北的寸尺拢相款。着将5巴布接做一组，另外5巴嘛着安尼。搁伫逐组相接的布落尾迄巴的边仔，着做蓝色的纽环。着伫即组布做50个纽环，伫第2组布落尾迄巴的边仔嘛做50个纽环。两组的纽环拢着两个相对。搁着做50个金钩仔，用钩仔将两组布连做伙，成做一个会幕。你着用山羊毛织11巴掌，做嵌会幕的布篷。每巴掌长13公尺，宽2公尺，11巴的寸尺拢相款。着将5巴掌连做一组，另外6巴嘛连做一组。迄个第6巴的一半着垂落伫布篷的头前。伫逐组相接的掌落尾迄巴的边仔着做50个纽环。搁着做50个重的钩仔，交伫纽环，互布篷连做一个。布篷的丈加出来迄半巴，着垂伫会幕的后面。嵌会幕的布篷两边加出来的50公分，着垂伫会幕的双边。你着用染做红色的羊绾的皮嵌布篷，搁用上好的皮嵌伫上顶面。你着用金合欢木做会幕的壁帮，壁帮着长4公尺，宽66公分。内底帮着有2个榫通相接，会幕所有的帮拢着照安尼做。两边的壁帮着做20块。这20块帮的下面着做40个圆的座，内底帮的下面有2个孔，通倒印的榫。会幕的第2面就是北边，嘛着做20块壁帮，甲40个圆的座，内底帮的下面有2个孔。会幕的后面就是西边，着做6块帮。会幕后面的角头着做2块帮。下面铁开，顶面相连，直到顶面第1个环，两边拢是安尼，要做角头的路用。着有8块帮甲16个圆的座，内底帮的下面有2个榫孔。你着用金合欢木做花弓，南边甲北边各5支，会幕的后面就是西边嘛5支。壁帮对中迄支花弓，着对即头烫到迄头。壁帮着用金包底，搁做金环，通套花弓。花弓嘛着用金包。你着照我伫山顶指示你的款式，甲会幕搭起来。
你着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甲扫过的幼麻即张字，即个张字着用真幼的手路手记录笔。你着用金合帆母做四支条，用金包地，搁有金钩仔挑倒伫四个有笋空的云的做顶面。张字着吊伫金钩仔，你着将约柜放入张字内。这个张字是为着恁将圣所甲至圣所隔开。搁着将收银座安伫至圣所内面的约柜顶面。你着将摆献祭的饼的桌下伫张字外面的北边，顶台下伫南边，甲桌相对。你着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甲扫过的幼麻，用刺绣的手路做会幕的门篱。着用金合帆木做五支挑吊门篱，挑着用金包地，挑的钩仔着用纯金做，搁着为挑注五个有笋空的铜会做。隔壁的张字，出埃及记19章提到，当以色列人到西奈山，摩西上山朝见上帝。上帝甲摩西讲，以色列人爱先洁净家己，而且伫山的周围爱画界线，人民袂当搬过。既若超过线的人，拢必须受处死。上帝伫以色列人的心中是神圣袂当侵犯的，若无就会付上性命的代价。因为安尼，上帝要甲以色列人同行的时，上帝甲以色列人之间爱划定清楚的界线，免得以色列人用不洁之心侵犯着上帝的神圣，煞遭受上帝击杀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上帝吩咐摩西用麻丝和蓝色、紫色、青红色的毛线织成18个布，做圣幕的内部。爱用山羊毛织成18布，做嵌会幕的布棚。用动物的皮制作2个，做下嵌会幕的布棚，当做圣幕的外站顶挂。用金合帆木做48个骨架和15支环弓，甲圣幕裁徛起来。另外，爱用麻丝和蓝色、紫色、青红色的毛线织成100张字，要挂点4支金合帆木做的条仔，甲圣幕分做至圣所和圣所。伫圣幕的设计，借着层层的张字，甲神圣的上帝甲有罪的人隔开，互以色列人无容易亲近上帝，甚至是行为上帝。马太福音27章51节记载，当耶稣伫十字架顶完成救赎的时，圣殿的张字二做2边，这代表耶稣的救赎取代以色列人伫帐幕中间的献祭仪式，也打破人甲上帝之间的阻隔。根据希伯来书第6章20节，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体系，诚侪永远的大祭司。第10章99、14节证明，耶稣遵行上帝的旨意，献上家己的身躯为人民赎罪。耶稣的牺牲一遍就到额，毋免逐年搁再献，就会当互圣化归主的人永远成做完全，甲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。
上帝倒真做人，真做人的样式，活伫人的中间。耶稣看到真侪人四界找伊，要甲伊做伙，就怜悯因亲像无牧者的羊群。耶稣伸手医治身躯破病的人，甲鬼对人的心肠赶出去。伫耶稣身上所启示的上帝，是甲人同甘共苦的朋友，毋是遥不可及的神。耶稣拍破圣幕中战的阻隔，扭近人甲上帝的距离，成做人上好的朋友。咱是活点恩典时代的人，上帝赏赐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，为世间人的罪受钉伫十字架顶，为世间人的罪得到赦免，开启一条信心之路。借着对耶稣的信，咱甲上帝之间无搁再有张力阻隔。上帝是咱的好朋友，咱通坦然无惊来到伊的施恩座前，直接向伊祈祷。这是上帝的恩典，咱着用信心来领受。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安怎感受上帝的临在？伫生活中，我安怎感受上帝的临在？咱来祈祷，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你超越一切空间的阻隔，临在伫每一个地方。感谢你借着耶稣，互阮搁较认捌你。感谢你诚做我人生的至好朋友，知影我所承受的压力和软弱，也承担我一切的苦难。感谢你，互甲我相共行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